这暗无人大，伊话一行枪一哭，这个拢总，伊人无相信，血甲这罗汉，这个是有影的。你人若是去印度你看，咱的这个 history， 这个 history 有看到，你去到了印度你看呐，这个所在血出事，这个所在伊成道，这个所在伊去化身。你人来是古时那拉人去看咧涂骹，会看乌一地个有安尼久，2500几年前，你涂甲了乌一地真正济。逐个你讲啊，血大伫这当我那红光景，这当我那暗乱去看，涂骹甲了金这银粉做的这个厝下，真正济个有哦。所以这个物件爱相信这个10项，做好他那第2款的这行动做好就爱出事，说这个欲界，这个10项爱过，布施、受戒、戒善，爱有礼貌甲对这出家人，礼貌甲爸母，了爱有 support， 爱赞你人，功德是真正大。赞你人什么想乱他那的商家些对赞福活正，会上无家些当情乱可以，会上你再讲这，伊人学为人学米学汤学盐学药，这个个了是赞你人，人对爸母爱赞你人啥物？看咱的爸母食够日、穿够日、大好事无有够日，包结类加减爱有。第5项，第6项，做虾米物件伤甲别人，伤甲这个众生，爱回向虾米？这红光神明，伊本咱的初心，伊本咱亲像个月死了诶，爱回向互人。第7项，人做好，人伫生理伫好谈伫虾米，咱爱发欢喜心。平常人。看隔壁厝边啲大摊位，爱发欢道心，咱爱发欢喜心啊！恭喜 Mr. Tan， 哇！你这帮大摊真正好。伊本对待咱的爸母看，咱爸母若是做虾米物件好，啊妈，你做的物件真正好食，爸，哇！你真正搞，这个物件的 rejoicing in others good， 这个就是讲啊，第7项，第8甲第9，听经。甲这个讲经，今日有人听了有当时转去加减会讲淡薄，就无来的。这个就是啥讲经，也是有的人有牒了后，互别人听。隔壁厝边老人，咱的阿妈、咱的阿公，互人去听。这个就是传经，功德真正济，把这出事爱真正聪明。第10项。对大陆咱唔对，咱听经了对大陆唔对，咱要改，这改落去，一时咱直搞，直聪明，直搞，直聪明。布施把这出事爱水啊，不爱好业，受戒大概爱出事 ，Noble Family and Happy States 爱出事天顶，了爱出事啊 ，Noble Family 家庭真正啥讲，较关键的家庭，了这些大概爱出事，地位真正济，买来别人若是有福气，拄着搁一个福，米粒福讲经啊，讲无几句呢，咱成功，对伫大陆，因为咱这时点有这些，回向别人你出事，你做人还是做啥物？你的朋友真正济，亲像5月真正济，拢总贵人真正济。对坎坷的点声，你看拢总挖来斗下手路。and then 别日你若是讲无坎坷，因为你有布施真正济，你的因为你真正爱回向，你的 liberality 真正大量的心起了。rejoicing in others good， 人哋成功，人哋做好。啲布施啲虾米，你讲沙土，大家出事真正快乐。
这边前下句我捌讲一条故事，这个马萨甲，你看伊起来暗了后，有一个朋友来找伊讲，哇，你起这个暗的水哦，啊是我起的，我搬这功德给你啊。安尼来讲，阿瑞感谢你啦，真正欢喜，阿瑞你安尼教，安尼好的人啊，你起这个暗，欢喜咧，马萨甲起呢暗，哎，你要对开的点声，伊响这点的响。出世伫天公的天顶，伊无做半项好，伊欢喜人做好呢，伊叹气出世。expounding 啦，Dharma，讲经、传经、听经，出世，爱地位真正济 ，and then 爱有好基地，有的人听经了，伊收起来，基地爱有 reverencing， 看到有礼貌，你看有的人伊报喜的是伊跪咯，有的人讲。伊嘛是人，虾米事咱就跪伊。特别这布达教 reverencing 有礼貌，甲一个对咱关顶的人、出家人、咱的父母，逐个出世，王子王孙 ，noble parentage，and 这个白日是做啥？为做太子，还是做王子王孙？伊的经随人是真正济。了第10项 correcting wrong view， 对大陆咱唔对，咱改，这个物件逐个出世真正快乐 ，and then 未来若是听到经呢，啥讲咧长，下咗肥呢，噗，伊一下呢，又会又血变青起来，又花另外大类，因阿都伊真正快成功 ，and then。第3项甲第4项就是讲，伊要节省甲入定，伊要出世大伫这个世界天甲无世界天。我到这边为止，伊是这个死的所在。大人若是做好做无好，拢总是走去伫这个死的所在来出世。头一个就是讲啊，这个。真正苦的欲界，这真正苦的欲界是倒落地狱、禽兽、恶鬼、阿修罗。咱唔通想讲是这个死的所在呢？这个死的所在，有得讲啊，众生未算 infinite number， 唔通讲一个讲地狱。地狱6百个，小小一个地狱，险边就是伊咱的众生大地险边，本未晓算了，唔通讲这个死的所在，一个小小的地狱拼起来，也较济众生过一个27元快乐的欲界，就是做人，甲6个红光。甲20个 Brahma World， 这个27元合起来，输过一个小小的地狱。所以你看人爱做好的是真正少。睇头一个所在，人去出世伫遐边，伫苦的所在，去在真正济人是永远住伫苦的所在。久一人趁来做淡薄好了，来出世做人，到来出世做人的点声，伊未记做好了，未记做好了，这物件就是讲，伊人过做恶，过要倒转去一个苦的所在。上甲你看世间有的人，住伫这世间本是真正歹命，日夜拄头，早起骨甲暗，都本安尼样的人啊，伊本有当时剩淡薄钱，会带人去香港佚佗。特别佚佗伫香港的点声，伊真正无福气通佚佗。每得讲安尼一碗面就坐一碗面40块，落去40块，我摇拄头呢几哪月日，把你再摊收着这40块。徛伊去香港要去佚佗，伊本袂趁佚佗，伊慢慢讲，冚咩我要转哦，我要去摇我拄头。这个就是讲，
人真正济安尼款的人，日暝点点想爱做恶，就是意思讲，伊想甲这个坎坷人，今日来出世做人来佚佗，未爽伊拉萨要倒转去的所在。第二个所在是快乐欲界，快乐的欲界就是讲咱来出世做人，一言甲六言红光。头一言人讲四大金刚，第二言是这天光大的叫做忉利天，第三言是阎摩天，第四天就是倒数天，第五天就是化乐天，第六天就是这红光。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德瓦，这个红光日暝点点的变化，这个六言的红光，甲这个人的所在，是真正叫做快乐的所在。特别如若是讲快乐，有个人讲。快乐是快乐，是安怎？但是我本是大伫世间真正苦，真正济咱的这个苦是咱家己做来的。过了的事咱捡起来想，未来的事咱捡起来想，了咱来大苦才来得好。那是会晓做人，那是会晓讲日暝点点观线，点点看现实的疾病。无想甲过了的事，无想甲将来的事，这个人本是真正快乐。所以这做人甲做红光是真正快乐的欲界。什么事叫做快乐的欲界？甲苦的欲界？欲界就是有查甫甲有查某，按这个欲火是真正凶。人点点来出世进条三沙啦，唔甘离开这个苦海，就是因为这个欲火。达的人查甫想爱娶某，达的查某人加减想我把日交完，我爱快乐爱哈密，所以有这个欲火，人真正艰苦跳出苦海。了个第三所在就是人，那是这个世间会晓渐渐界限，甲谈到入定刹那。八鬼出世是叫做色界天，色界天阿摩话是讲 Rupa World，Rupa World 向边红光，拢总是叶香菇，因为叶这个香菇另外特别水，特别油。伊人无查甫无查某，因为虾米事？伊人欲火点，毋是讲无去，得去点去。特别如把我落来出世做人，慢慢的欲火过去，伊个变个查甫查某，因为咱这做人的点啥？咱会这个心的内面有这个查甫的形，甲查某的形。有人看有的人，若是讲迄查某形济。名呢，伊是查甫上久，伊行路查某款，伊就是讲个查某型有啲个上久真正济，唔知是后世啊，过一世，也是讲马路顶一世，伊是做查某，马路再来变查甫。and then 有个查甫你看，有个查某做啥只查甫款，这个就是讲个查甫型真正济，名呢上久是查某上久，查甫型济。这就是讲有个人带啲Rupa World落来，了伊无，这就是讲古时伊是一路来，伊是查甫型较济，也是有当时伊是无叫做正式查某，慢慢就变查甫，所以查甫款个有伫，而是查甫要变查甫，查某要变查甫款，伊这查甫型个真正有个，真正济。第四言就是讲这阿鲁巴沃，阿鲁巴沃就是一号的红光，伊无上久的，伊甲个心呀，伊有这感觉，伊有这想思想，了伊有这个精神，了伊有这个行，这个四项，咱这个鲁巴沃甲这个欲界，咱有这个五项，这五项叫做五蕴色受想行识。这个阿鲁巴沃头一个色无受想行and知识的色，伊人有四项，伊人无上久。and 伊无上久，伊无查甫无查某，伊人会受是真正长，有一个大啲咧所在叫做
你话三呀那三呀，这个所在84层的大劫，马路一只死，84层到这个住户成别，马路啦，也回收马路吃了，这是顶礼拜我讲淡薄。然后落来我顶礼拜我讲，人来出事对这个4条路，有的是来调啲内，有的来投胎啲爸母的生囝道。第三个有的是来出事对这最湿的所在。然后第4项来出事，伊叫Upapatika birth。Upapatika birth 是咩啊？这边对开，向边一扑起来跪身。你记我顶礼拜我讲一个阿嬷囝，你人看这个 Sunday Times 3号10月3号，把你这个顶2礼拜前，你人伫受逼界点声，有一个阿嬷破纸，你人起来读看，有一个阿嬷囝10岁点声。去在啊！伊早一时，伊是做阿嬷囝名做 Mandy 了，过了4年后，伊死，这个人死的点声，伊5月日呀，5月日死了后，你看，噗，伊来过出事，啊！伊这边5月日，伊把你5月日呀，伊死了的时，伊出事上个误鬼，伊看到甲了明。所以一日，伊第2道来出事，伊本名Mandy，佢叫2岁外，在2岁外时，伊行，伊妈带伊一个坐摩托车过这个窗顶，伊就看到咧窗顶来讲，妈咪，你看这个所在啦，真过你放我的头，加大伊的头，佢叫点声5月日呀，安怎会知？5月日囡仔安怎会知？伊讲阿妈，你会记无？你淡薄发倒带着我。伊迄条点声，叫咱会晓这个因果的故事。伊就是虾米？伊出世做白搭，做误鬼。特别因为伊5月日这个囡仔前期，伊做误鬼是无坎坷的，所以看到伊妈，伫上伫虾米伫下咧观察落去的时候，妈抓淡薄发倒。and then 背来个讲话嘛，只阿妈感谢你，你互我一粒波啦，伊人下粒波啦，伊佚佗的波啦，下伫这个观察的那边 ，still 伊个会记，也个讲阿姑做互我一个日人真正水的花草是一个虾米香的，了伊妈都袂记啊，了每个小弟，小弟讲有影。伊讲 Uncle Patrick 互我的花咧这个人囝是真正水有花草安尼。做一个咱在 spontaneous birth， 伊这边只5月日的囡仔只死，伊出世一个误鬼大人，伊会知，伊会看到，甲了拢总，然伊来出世，误鬼是做4年了，伊来出世了，你看，伊会看到拢总，伊会记，伊讲到，甲了拢总着。落来我顶礼拜我有讲，嗰4号款的这行动 actions， 4号款是头1号款是恶毒的，这个恶毒的工课，咱若是所做落去，是100%落这个4个的所在。and 这个我有讲10项，3项是上古做的，唔通杀生，唔通偷窃，唔通邪淫，4项过吹。唔通骗话、西抓龙珠、讲硬话、欺声地讲话，心里有3项，唔通大贪心，唔通点欺声地，唔通点相信无影无食的物件。所以这个10项，咱若是会无做，咱唔使惊会落这个恶罪、恶的所在。了我顶礼拜有讲第2项的这个行动。10项的好，咱应该就做。这个我当过爱讲去淡薄，因为我爱女人渐会记这个10项。头1项爱保持，今日你看福建的在内，拢总出世快乐，新人逐项照教，拢总对滴答落来，拢总对保持，无一个讲无保持伊谈这个物件。所以保持，咱的福建的在内是真正要紧。
修戒第二项，人去天顶，人出是水，人出是官顶，拢总是本地对戒。按戒真正好是啥物事？伊是拍地基，互咱来跳出苦海。无戒，一个人来坐仙，安怎熬坐不落，伊未成功。所以戒是真正要紧。第三项爱观仙，这观仙我本有教他啦。拜一、拜二、拜三，我挂伫咪大时教；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我住伫坐仙的暗教。礼拜我逐过早去加减，我有讲淡薄经教这少年家。所以布施、修戒、坐仙这三项爱会记。第四项，咱爱有礼貌，甲咱的士大人，真正坐他那世间无大无小，讲话甲爸母，讲话甲公妈，拢总像甲朋友安尼。嘿，妈咪 ，come here， 有当时，嘿 ，come here， 这里袂使，爱有礼貌，爱 respect， 爱礼貌对咱的先生，爱礼貌对咱的出家人，有诶是啥日暝靠开咱做好，咱替伊做先生，斗较高。这就是讲第四项。第五项，礼貌是礼貌，咱爱答情，对咱的爸母，咱就要答情。细汉伊人帮西帮就顾咱破病，顾咱饲咱食，互咱穿，互咱大。白日伊人老了，伊人拢总未做半项了，咱就要答情，就要顾伊人，顾伊人几项？四项，啥物？四项。头一项，顾伊人的食，搭对，互我阿爸阿嬷唔通枵着；第二项，互我阿爸阿嬷逐个有通穿；第三项，我阿爸阿嬷行着有一个厝顶，唔通压着雨，唔通晒着日。第四项，我阿爸阿嬷第一加减，我互伊淡薄pocket money，有当时喙焦要食酸水，有时头壳痛，买2粒便当刀。唔使一日到暗，这个无，那个无。顾伊这个四项，这个是第五项 ，administer to them， 顾伊人，看伊人用物件搞。第五项，咱逐过来做好，你知无？咱的亲情5月真正济故事无通听经，今日咱本来真正兴，逐人有经通听。唔是讲我一人讲，真正济人伫讲，我在佛教社边真正济人讲，拢总就。一条心来看成人，如人听这个经，了那是做爱做好，咱是 escape 这个死的苦所在，闪开这个死的苦所在。特别故事咱的讲嘛，无福气，不但讲你再无亲情5月做5几真正济，所以逐月做好，上甲一人。好，我阿公阿嬷，我阿爸，我亲，我侄，过往了的，这个功德，今日我听经，今日我布施，今日我做啥物好，我回向给你，所以爱回向，这是第6项。第7项，咱爱发欢喜心，人做好爱发欢喜心，有的人平常人，你若是做好，也是你大贪，伊发愿道心。咱拜佛的人倒头边无发愿道心，爱发真正欢喜心。沙土甲你搞做搞好做，这个就是讲安努摩达那。你做好，你赚到钱，我发欢喜心。这个就是讲第7项。第8甲第9，这个就是第8是听经，听经的功德是真正济。世间无一个人跳出苦海，唔使听经。伊问伊做什么三不达，咱的悉达多太子，你再无伫做菩萨的点声，也未做菩萨的点声，哈咪属于系大愿？因为伊听着经，就听着经，看着哎哟，你看佛的完全的庄严，的慈悲大慈大悲，逐人伊要救。伊话你跪了下愿，我白日本要做什么三不达，这个就是讲对听经发出来。必借佛本是上，你人会跳出苦海，他们时间你会做必借佛，
一本不听经，听经了入心，伊跪落八日我八日做八日噶布达 ，and then 咱这边达达人，本是听经，听经了跪落，我今日知，好我要做，唔好我咪做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一边就要拼讲要跳出苦海，所以听经是真正大大的功德。and then 我逐个讲，一点钟你听经，一点钟达落一个人心。你听经，你谈讲，阿女，我想要食粿条，阿女，我想不到要去食，这边到落卖啊，迄甲达布鲁真正好食诶。无想这个物件，听经是听经，也唔卖清气，无贪无嗔无痴。这个啦，武大讲啊 ，is the merit。and 你若是坐点点无听经，你看啦，第一有类想要开诶，第二若是无类想较。无类的路，随看，虾米糖在你唔使开类的，所以这个物件听经真正功德真正大。and 后得听经了后，你人对去加加减减传，讲互爸母听，讲经互爸母听是达爸母情。今日你互爸母一个月200块、300块，达个日有10块银通开。你是求伊即事呢，特别你若是直直教伊做好，你求伊几哪事？若是讲你嘛听你讲经了后，伊讲阿女好啦，囝一个哈，好我即个我咪做，我咪做。若是阿嬷点点爱买啦啦，还是买咸，妈妈唔使买咸买啦啦。头一条啦啦咸啊，爱食了去红木。第二项咱实行。妈妈，我爱你，但是出事当回笑，这我咪咪做。你若是讲安尼，你嘛讲好，今晚这个我咪做这个物件，功德真正济。你看成伊，你求着伊，伊闪开这个地狱，所以这个是叫做团经。你人有，你人去把握，你人教，你人无，你贴碟来讲来听，这就是讲啊团经。第10项。咱要伊注意心的垃圾贪，咱就要戒，点点戒。第二项，圣地达达人有，会记我前下句讲这圣地，就最带咱落地狱，拢总是这个圣地害死咱。and 这个圣地发起对达落对恶见，所以爱戒这个贪，这个圣地，这个妄想，所以这个10项会记。爱得做，到第3项这个行动，爱借钱甲3拜为人入定，要出世的如包窝就是世界天。这个我人伫教这个借钱为巴沙拉钱，未讲你若是有影成功了，你趁跳出苦海。这个我人慢慢一步一步教你，未来趁一个罗汉。一个罗汉了，你就是意思是讲，一个人来看到一个罗汉，这个4块的所在，无灭去了，安怎一做，虾米物件一做，未落叶4块的所在。特别咱要想看，你再无也未成一个罗汉啊，达人啊，大啲嘅这 subconscious mind 等人话叫真一次。真一次为人咱向边啊，水米链的功德做恶也未识，了后，若是讲这个物件识，拖咱落地狱。所以武大的点声有别个外道教的人，伊人坐善，伊人有看到，安怎有人做好，点无点一看到是，哎呀，安怎这个人好人落地狱？就武大讲，也未做好的点声。归纳事情，伊的恶真正强，所以要断开的点声，归纳事情的恶浮起来，即是做好的恶即是做好的无浮起来，所以你看这物件真正危险冒险。这个天下后过我要讲，也未人要离开世间，这个要讲起来就2-3个月才了这个功德，这个经。这样慢慢我才贴来讲，所以爱过。then 第4项，
有的人坐船个赚到加纳了，赚到日定了，伊讲我唔甘愿，我直直拼甲伊赚到一个叫做阿鲁巴加纳，阿鲁巴加纳的定。伊若是出世了，出世就无世界天，出世红光无上久的。今日我要讲就是啥物？人若是离开世间，这个咱唔通办当啊！归往咱来死，是这个四条路，头一条路咱要明白。这个人若是讲啊，这无啊，伊 death occur， 这个人伊若是要死啊，但是咱逐过，咱来出世，今年这时咱来出世做人，逐人杂因果定着，前下久咱做好，这时我来出世做人，但是前下久我做好，我会好，强大会好。强大的好了，我生生要来出世，要来几年呐做人，未贪做火寿，贪人的火寿差不多80岁，但是我的好是强大，无然就40-50岁我要死了。所以一个人伊来出世，伊早这因果力定着的，要食到几年，伊要 say goodbye 甲咱了。这边人看我做陆军处40年政府工，你看有当时我人看了真正吓人。一个囡仔出世来细汉，出世伫报道出来呢，我人看伫镜头的，大伫这个上久的，细粒一粒，上加一个咱讲啥一个甲内啊呢？哎哟，这个囡仔则生一粒核。了加几日了，你看加一两礼拜，哦，直直大，3个月你看后头大粒，上加一粒牙呢大。这个是啥物？这个囡仔早来，伊个人啊个干嘛？伊来出世，这个因果带伊来出世，要来大世间，无够一年，惊到诶！这个是啥物物件？cancer。cancer 大概是着大老人40岁起，安怎这个物件这囡仔早来？因为伊来做人，伊做好，伊好惨垃圾真正济。你看有个人保死真正搞，保死，但是这边保死外面点要杀生，拍照，伊人因为好呀。入几哪顶拍山都拍碰珠，日要去拍，了钓鱼暗钓鱼光拍啦，日暝点啲杀，但是伊你叫讲保死哈，好嘅摕落去，伊无打到暗，伊无做虾米，但是伊唔买，伊 joy， 伊流热，点是要杀生，所以早来你看出世好嘅人嘅囝。特别来出世，安怎会早嘅cancer症有治了？有个人早嘅cancer症是40岁才要浮起来，这个cancer。所以一个人来出世啊，伊早嘅感觉听到越济，伊要来做人。有40岁安怎这边有一粒小粒，啥力道呢？叫学doctor check看，doctor讲来我刮看几粒，刮看寄去高隆坡，对来。cancer 了，所以40岁个看到 cancer 了，过加4-5年、5-6年，爱离开世间。这个当中唔是愈高，唔是讲愈10个，当中是愈做出来、嫁出来。所以 exact， 这个人死就是讲啊，头一项的死就是阿咪，伊早来的因果力是只个40岁，40岁到了后，伊定着。未忘了，就未忘了，咱嘅人未明白，唔知做大路唔对啦，安怎天讲我都无去善话，安怎这个40岁呢，我惊一顿贪累，安怎我就咧，伊就来离开我，伊早也干嘛安尼？所以叫做一
这个人死，因为伊感冒了。有的人做真正好，像我讲听真久，有的人伊做出事，伊做好，伊个因果生生要来出世做人，特别伊要食老。人的会受老是多济，人的会受老就是讲80岁。特别这个你看，80岁算老，所以来出世，伊无一早的因果来做人的爸爸。伊来大个老，伊才死。但妈的一个，伊早一因果来做人，未通做安尼长，所以快就死。他那头一个我讲来听，我讲这边讲一条故事，我人听。我小路人本捌听这个故事，前下久一个，我逐回爱讲这条故事。你看，这个囡仔实在伊是天顶落来出世。伊是逐个爱做小小的布施，几粒伊爱布施，或者人坎坷人，伊要食啥物物件，伊看有人坎坷，分者去食啊了，伊才食。了，大去天顶了后，伊因果就会了，了后，伊来出世做人，出世做人啊，伊就是因为伊关系心有了，就出世做人呢呐。9日逐个月嘛，互伊人叫人家是安尼。这18地是咧啥阿蹦安尼一地，听到伊个是3地啊4地，若是看4地，伊听到老去5地，伊食5地，and then 这个5地伊逐个看有回香过，还是无回香有去食，伊就要互人了，伊嘛就才甘愿食。所以是啥物啊？细汉啊，伊家己关系心做来安尼了。then 因为伊个功德无虾米上好，伊去教演着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无相信讲着布施，所以妈阿公喺啲读，了伊个阿公本有一号，就买来伊看着望个咱木兰尊者贵，伊看着木兰尊者贵呢，伊布施伊贵了后，伊个想。哎呀，我妈的个有，我妈的我来布施，听我教我妈讲，伊唔是妈，伊鸟来，伊人叫妈的，伊叫鸟，我鸟，对来时我才讲鸟喂，你这个18地啊，我有布施互你咋，沙土啦，但伊只布施落去了，万一几个鸟对来，伊照讲，鸟喂鸟，你18地啊，我布施互这个回向。人若是无相信这个布施啊，伊无相信就是无相信，这也这个心路呢，较古来的心路呢，确定的心部的镜头呢。死人啊，都敢死，我的物件都敢摕来布施。这个处事就做王，你做王还是我做王？我的事，你敢摕我的物件去布施，无加无施。安尼心路确的镜头，该哪日死？你人阿个心路会确死人未？这个是对的倒落来，这个查某伊是天顶落来，因为伊因果了，伊个要来做好，个要去到对，教一点声，少年要离开这个所在了，因为伊求伊因果交业了，就是讲伊kar嘛交了，伊要去出世天顶，所以这出世天顶的呢，无去红街嘛，无去红街的鸟，莫个咱那直接去天顶，门看到这个人讲，你做啥物？今大啲这边这天，你做啥物？你讲我就是安尼啦，我直接布施哦，你一个结过了后，我妈也就心路哭我了，就安尼2日后我就死，睇下我大啲这边。所以咱看，这个就是啥物啊？对讲啊，伊因果来做人，唔是讲要食老，教你点声，伊要离开了，伊离开了，伊去，然后伊大啲世间，伊是来因本，佮捡淡薄机会，佮要去。所以这个是头一号款，人离开人归往，就是讲啊，教伊因果来了，伊就放下这个物件。第二款，这个故事啊，
这个啊，因果的，这个因果力越济越济，定着较济这个头一项是 exhaustion of karmic energy， 而且因果力了，这个有的人来出世伫地狱。地狱的火烧无定着的，咱人的火烧较定着，咱的火烧人的火烧差不多是80岁，但是地狱无，地狱照看你做的恶，你做的恶是真正重，你住伫地狱水未练，所以我做人的点声是实在是完全逐项好我做，但是有一道有一日我做着两项唔好。我有偏淡薄话，了我做着这项物件，真正见效的物件。这个两项，噗，一直烧落去呐。无彩一做安尼最好，一落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，因为伊好太济，人乃是出世无间地狱是水未连年，特别这个王鸟出世伫无间地狱7日尔。了，这个王再讲的查某人做好真正济，了出山调职好了后，伊讲啊，听太哦，忽来马仔来我厝来拖来变得捌的时，我要问忽看我查某人出世大陆，特别忽要去伫厝的时，要去变得捌的时，忽想，听到这个王问我某出世大陆，我若是讲。伊出世无间地狱，王定着大无相信，讲惨啊啦！我某做安尼最好，安怎会出世无间地狱？所以佛用伊行动力，扛起这个王的基地，所以他等于拄着佛的时，伊无问，点点，马仔伊来讲，我想要问，佛就来呢，佛用伊行动力，无问。佛做迄袂记问，就佛就转起来讲，哎呀，我讲要问佛，讲我查某人出世大陆袂记，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5日、6日、7日，7日伊点点袂记，第8日呐，伊讲啊，这个我就会记，了第8日的时伊问，佛世就那我查某人死了出世大陆，了不达。出条是布达无用的行动力calm your mind。布达讲 ，Queen Malika is now in Tusita Heaven， 斗数天。那是早头7日，那是讲伊住伫无间地狱，听着王讲惨啊，那波死了本来落无间地狱，所以惊讲王的心化解着，所以调伫用这行动力。所以你看做好无做好，你看清差天甲地，明日一做恶7日呀，看做7日是都过着，过了后伊出世都是大海问斗数天，咱的佛的嘛，生过达到太久了，看那大的斗数天，较第4眼的天顶。所以你看这个是头一好款人离开世间，伊因果了，第2项因。就是大妈我讲，一个人来出世，伊扎伊因果8扎，所以伊来出世做人，伊听到伊因果，人越老伊死伫旁边，有诶点声，较早88岁，人诶岁寿20千年，若是你讲你食老，你几岁20千年诶岁，阿爸你才讲啊，到日老了。所以，这个若是讲一个人死伫老80岁，就是讲伊因果力800日。特别有的人做好来出世做人，伊因果力毋是讲8尔，满台。这满台就是讲啊，8日以来出世做人，伊连我特别老，明日会受。80岁人，特别你看世间有的人90几岁，有的人100通，这个就是讲伊经过这个头一届，伊做到日庄严，伊因果9日8，伊来出世做人，连我特别老。或者点声有一个和尚名米古巴古拉，
美国巴古拉真正来咯，伊来出事做人的点啥？好家人，特别误会点啥？伊这个查某干出来去江边去争议。误会点啥？点无点大啲咧经济实力喎，幸福港点无点一只虎跳起来，就这个囡仔吞落啲巴肚。误会囡仔一只虎会吞落去。吞落去了后，这个查某干就看到走转去讲了就虎就无了啊，小走去个别个甘榜的位，大伫咧江边，向边一个拖猎虎的人掠着了破开，看到一个囡仔活伫向边，这个就是虾米啊？这个目古拉故事系做好真正济，即时要来城市过路汉。伊未死，听到就要另外搞个嘅火声。特别这个目古拉故事，伊做的因果啊，另外特别满大，所以白日要出事，另外特别老。所以这个就睇开，这个猎虎的人就睇开这报道，看到这囡仔，这个好嘅人喺边看到，哇！真有这个囡仔，大啲这个虎的报道，就安尼，甲这个。猎虎的人爬起来了，向边个生马生雕就听到讲，哇！伫向边个隔壁甘榜，一个好野人爬一个囡仔，大啲虎的报道扣起来，所以人发一个家讨甲王，就王讲啊，这个是我人的囝。了王未知啦讲，这个囝是生的命，就要闹的爸母，所以向边。买的爸母本起一个阿毛老虎，了这边生爸母本买起一个阿毛老虎，你看伊福气900，要来跌两家会，了这个人真正快乐，大到80岁，咱听人讲80岁老，特别伊80岁马路在900一样个，马路在讨要入出家做和尚，80岁做和尚。8日呢，伊大啲做和尚8日呢，城市过罗汉，伊城市过罗汉过了后，伊个要大160岁嘛，就才死。就这个人就是讲，伊因果9日好9日把，所以讲满大一顿会寿，另外较长。这个就是讲 expiry of lifetime， 这个就是叫 natural old age。那是这个人是平常。老人病死的7、80岁，这个就是讲真正好的因果才有谈安尼样。第3号款人离开世间，就是讲啊，伊做的因果啱80岁要死，了人的火寿本差不多80岁死，这个就是讲老行啱差不多。expiry of 伊伽马伊因果力。了，因果来了，所以不要紧，人的火寿本差不多安尼样呢，要较长未了。这个就是讲，一个人伊做好，伊火寿啱安尼样，了，伊这个人的火寿本是安尼，你袂讲较假。特别有安尼，就讲有的人另外做特别好，前下久我有讲一条故事，一个人。伊看到一个和尚，了这个和尚伫土木，其实这个和尚是8节甲武打来，8节虎来。伊看这个和尚伫行，要我12点讲反正你土有无？了这8节虎开个目来看，讲我目空，无人互我食。安尼这个老人，实在是真正骨的人，真正巧的人，特别好一日唔知伊经另外滴。伊讲的老仔仔，看咩日这个和尚的捌去我的厝，讲互我查某人，这个我的查某人，我的查某人煮的物件要互我食的，倒落这个捌个了。了这个查某人看咩就倒这伊头家要食的物件，倒落这个和尚。伊个另外煮，另外较 special。了，伊老仔仔看咩走也去互这和尚，尼点声要搞了。所以伊伫看这和尚的时，伊伫天台那边一看，老仔爷来时，眼看，
哎呀，今日个令我好彩，我查某人煮这个物件，安尼好的物件，了我嘴讲好这回上去，拍算啦！伊出事，伊的因果，伊保释的因果，应该要出事，真正快乐出事。一对呢，伊要出事出事，好嘅人，但是因为伊拍算呢，特对出事好嘅人，特对，伊无贪 enjoy 好嘅人嘅快乐，因为虾米事？买物件是人猫，从头从尾叫伊买虎伊在人做要做虎错，伊见几哪买讲啊，这个招顶好我都好。这物件就是讲伊做保释的点声，伊去参着拍算，都特别这个因果啊。伊只保释，安尼这个必济户的点，这必济户本是啥讲巴鲁借这个入定的先，尼罗达萨玛巴蒂，伊随保释，听伊功德令我真正香。伊要来做人啊，应该就要700年啊呢。特别等了一个人会来出世咧，大700年，所以一个人伊要来700年，要来做这个做人，伊个功德要来出世做人，是伊出世做人100岁伊死，过了个100岁伊死，100岁伊死，7世伊出世好嘅人，达过伊出世了后第7过了后，伊超因果来了，因为伊未有咧保释好一对嘅点声，伊本是真正骨嘅人，伊捌做唔对，因为伊做虾米唔对，伊个爹村教会互两兄弟啊 ，and then 这个人想讲，我的 brother， 我的小弟有一个囝。我的小弟死了，他那这个教会就是要给我的小弟的囝，所以伊安怎做，直接带这个小弟的囝去葬一讲，特别大啲讲的位，伊甲伊治这个囡仔会死，这囡仔就治而死落去了后，教会变尊子隆重，伊讲伊爹的隆重是变做伊的，所以做死伊的孙啊。咧超因果来了，第7季伊来出世做好嘅人就死了后，伊落这一个地狱叫做 Rorua Hell 地狱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保释伊会贪出世，因为伊个保释无清气，伊出世的人要700年，所以这700年就是讲伊做7季7道伊来出世安尼，出世安尼，咱第7道第8就死了后，落啲地狱，安尼别个因果来了，拖伊落去。所以这边第3项嘅就是讲啊，因果来了，拄好，人嘅会受本嚟食安尼样呢。第4项嘅 opposing action of a strong karma, unexpectedly obstructing and destroying the Garuka karma. 咱人来出世，这个因果带咱来出世的，伊啲行的点声，有小因果斗卡手伊，有的小因果来做乱伊，了有的恶的因果来要拖伊，要 stop 这个好因果。这边我讲了听啥呢？咱摕一个一泡火，你看这泡火啊，咱下油，这个熬下来甜，油心可以9日长，烧，最讲要烧到偌久？咱是系关系，咱知讲。这个熬的油会烧到马在天光了，了这个油心若是半寸，定着会冻到马在天光，马在这头定着花。这个就是讲啊，啥大妈呢？油咱系9日，油心咱系9日，这个就是这两项
十天光的是两项了，一个火花。特别这第四项的是，你系有够热，有心够热，有够热，特别起大风来扑焚化的火，这就是讲啊，因果的行，点无点浮起一个臭因果，炸起了一条因果，这个就是真正冒险。这个你看香港这边，我要给一个 example， 就是讲人佛的这个蘑菇，这蘑菇名Devadatta啊，是一个人故事做好，做因果以来做好真正济，特别这个人啊做好真正济，然后伊有。对这个实达道太子的成佛的做菩萨的点声，伊捌下一个愿讲啊，但是我若是拄着你，我要还手甲你。所以下，因为伊下着这条愿，这个实达道太子来出家，这成佛了后，这Devadatta，伊本是做太子，伊本来出家。咱来做咱的释迦牟尼佛的道地，咱释迦牟尼佛本加以坐禅，坐萨玛达禅，坐到一个坎站，伊谈到迦那入定，后得谈到迦那入定了后，有心动力，这伊这有心动力呢，伊故事的愿浮起来了，故事的愿啥物？我拄着这个人，我要还手甲伊。按佛教的点声，伊这做回想有心动力呢，伊上路了，伊上路啥物？要来巴甲甲个一个太子阿扎达萨杜，讲好这阿扎达萨杜听。阿扎达萨杜，特别要找阿扎达萨杜的时，伊用心动力，伊边抓。困一个太子的骹甲手，那这太子大啲暗，大啲这个王将点无点安怎抓大啲我手，大啲我骹，了个这看呢来做青镜，这做青镜了后，这个Devadatta讲，阿扎达萨杜，你唔使惊，我是最来，我是一个和尚。我有这行动力，这个抓是我变的。了这太子问，后底你来冲击我，做乱我是做啥物事？然这个Devadatta讲我这太子听，我今日来讲你听，你来甲我斗骹手，你本看哪你知无？你8个原在少年，你看哪要做？你要听看甲你巴死啊！你本老了，他若你做你巴死。了你做王，啊！到你做王了后，你来斗骹手我要互佛死，了我要做佛。所以买来一个阿扎达萨杜慢慢做嘢巴士，这个故事我真久捌讲了，慢慢一去掠一把关伫考古经，关伫考古经了，伊唔敢用刀抬嘅巴士。也唔敢出令，伊要办好一把牛甲死，然后关伫考古经嘅时，无人会使去看，伊嘛会使看。了嘛看，哎哟，这个我大部人就关，我囝看他做王了，你看关嘅把，了卖好食，人讲，这个王鸟就真吉祥，头尾一包饭伫上月。了，逐个入去的时，偷一个上月，看咩互伊大部人食，安尼食，安怎我爸未死？等看讲，哦，你妈逐个来偷摕饭来互伊食，了买来讲，这个我妈若是要入来敲迄香菇，所以就敲香菇，饭未使摕，买来嘛安怎做？啊，未去看迄爸妈，啊，未去看迄大部人的时，大啲咧考古经，伊张一先去前去，摕
摕这个蜜糖、牛油抹一香菇，抹一烟过一烟，一烟过一烟，买来就入去敲香菇，敲无半项，去到这南面烤骨鸡的那边，一大波人在那摇，用热辣的抹的香菇，迄个牛油加迄个蜜糖。